大家好，呢個就係自動執科機械車。咁呢個執科機械車咧有幾個功能，一個就係自動執科，一個係要手動執科，同埋佢可以執好準確到你嘅球係玻璃球類運動。咁就依家就開翻個 auto 先，開電源。咁開電源之後就打一架，加個速先，可以調速嘅，調高啲，咁就 auto， 跟住咁就可以開始行嘅啦。呢度自己檢測到有波嘅咁就，咁直接一個第一個。冇波咧，檢查下周圍有冇波，你出到個波喺度，呢度波就咁樣呢度係啦，啲波呢度會自己拍出嚟，拍出嚟。咁呢個咧就行翻就 menu 手動控制，咁有個程式嘅，個程式就喺度，前進佢就會前進，向後佢就向後，係向左向右向右，跟住停止之後撳掣撳俾慢波，佢就會咁就試翻一個睇下先啦。試個波仔啦，個波仔咁就撳掣。咁佢可以教手動，教自動，手動可以加速。